各位網友，你哋好！新嘅一年就快到啦，我謝松熙喺呢度同大家講下12生肖嘅運程。睇12生肖運程有兩個方法，第一個方法就係現在坊間用緊嘅。假設你係屬於鼠，每年都係睇子宮嗰個宮位嘅星；屬於牛就係睇丑宮，如此類推。屬於虎嘅就係人宮，屬於兔嘅就係卯宮。第二個方法需要用你嘅出生嘅月份同埋時辰，揾出你命宮立命嗰個嘅位，然之後用你命宮嗰個位對照你出生嗰個嘅生肖，就係揾到你流年嗰個嘅宮位。咁呢個流年嘅宮位每年都唔同嘅，係會逆時針每年跳一格。咁大家可以參考呢一個表，就會揾到你嗰個小限嘅宮位。呢個方法係準好多嘅。大家先睇有宮紅色格仔嗰個，我先講空星咧，黑色點嘅紅色點就係吉星，黑點有貫索有色神，貫索又叫做勾神，佢係代表口舌形肉嘅。色神又叫做咎退祿害，係代表感情冷卻、財運減弱、生意蕭條。對面宮位啦就有咸池，咸池又叫做桃花，佢係代表酒色畸戀、外遇、暗病、泌尿系統。佢喺你對面宮位對你有一定嘅影響嘅。有粒卷舌又名絞煞，呢個係開口得罪人嘅意思。跟住我哋睇下丑宮咧，佢有天厄，天厄又叫做暴敗，呢個係生意失敗同埋大破財。紅焰呢粒係帶有桃花色彩嘅星，只要佢一遇到一啲嘅桃花星，就會產生桃花煞嘅。天煞又叫做小口煞，又叫做歲煞，有招盜賊啦、退財啦、對小孩不利啦。跟住我哋就睇下丑宮啦，就有病符，佢又叫做蜜月，係代表肝炎同埋感冒嘅。亡神又叫做天官符，老人家嘅腰腳痛同埋官非。破歲係代表破財、意外流血同埋風癱呢一類嘅疾病嘅。咁佢唔係每樣嘢都會影響到嘅。首先睇下你本宮嗰啲嘅空星嗰個性質啦，同埋睇下全組4個宮位啲吉星可唔可以同你化解到啦。嗱，你本宮嗰個性質主要就係口舌啦，同埋一啲疾病啦、感情啦、破財、生意蕭條嗰啲嘅性質，唔係每粒空星對你都有全面性嘅影響嘅。每粒空星裏邊其中有一啲嘢對你有影響嘅啫，你自己宮位嗰啲一定有影響啦。咁我哋對面嗰個咸池星就有一半嘅影響嘅。咁佢主要係桃花，一涉及桃花就會產生好多唔好嘅嘢。卷舌啦，呢個就100%影響你啦，因為你嗰粒貫索亦都係同口舌形肉有關嘅，因為開口得罪人。嗰個天厄就有破大財同埋生意倒閉嘅性質，而你自己本宮嗰個位嘅色神有生意倒閉嘅性質。咁啊，紅焰嗰個影響就好少啦，因為紅焰要加埋外邊嗰粒咸池星一齊衝過嚟，男女之間嘅問題出現嘅啫。病符啊，嗰個影響唔大嘅，你本宮冇疾病嘅星。亡神又叫做天官符啦，咁呢啲老人健康啦，同埋帶有官非啦，呢個星都冇影響。破歲就有影響啦，因為佢有破財嘅性質。我哋跟住睇下啲吉星可唔可以同你去化到。先睇本宮有太陰星、紅鸞星、天月星。咁啊，太陰就係化仇為喜嘅星，佢可以同你頂住晒嗰啲桃花帶嚟唔好嘅嘢，同埋一啲人事上嘅糾紛麻煩等等。紅鸞同對面天喜係一對星嚟嘅，紅鸞係代表咗婚姻，係一啲開心嘅嘢。天月就係一粒陽貴人星，呢個陰陽唔係代表男女，嗰個太陰亦唔係代表女人。佢之所以叫做陽貴人星，就係有利早上出世嘅人。對於晚上出世嘅人，你只可以接收到佢嘅幫助一半嘅啫。好啦，我哋跟住睇下丑宮。丑宮就有紫微同國印龍德。紫微就係一粒專星嚟嘅，佢係代表咗威嚴啦，能夠壓住一切嘅空星。國印就係有利工作，係權力同埋你手段嘅性質嘅星嚟嘅。龍德就係一粒伯樂嘅星，即係話有人嚟提攜你咁嘅意思。雖然粒紫微唔係喺你本宮嗰度，
佢都可以令好多嘅空星唔好嘅性質係會減到好低。咁啊，自宮啊就有粒六神，呢一粒係代表薪俸嘅一啲常行收入嘅星。天官係一粒提升你身份地位嘅星嚟嘅，呢粒係主貴，對於文人係比較有利。天磨係你勤力工作，受到人哋欣賞。整體嚟講，吉星好多係可以壓住你好多嘅空星嘅，空星所潛在嗰個嘅性質未必能夠完全去解決，所以你有咁多嘅吉星都需要提防一下啲唔好嘅嘢。咁跟住我同大家去拆解下，先講下你嘅健康問題先。今年你本宮係冇病星啊，同埋吉星多，係可以化解到嘅。談星論運提到老人家嘅腰腳病，本身已經有病嘅人就會病況穩定。如果冇呢一類病嘅老人家，應該就唔會產生噶啦。至於提到嘅風流病同埋肝病感冒呢一類型嘅傳染性病嚟嘅，你即使感染到，亦都好快醫翻好。應該提高警覺嘅就係嗰個咸池星所帶嚟嘅性病、泌尿系統嘅疾病同埋病符所指嘅肝炎，因為佢有互通嘅性質啦。肝炎都會因為性接觸而產生嘅，所以喺今年裏邊嚟講，某些事你真係要注意嗰個衛生同埋做好安全嘅措施。至於意外方面就應該冇大嘅問題嘅，只係有粒破碎就會引致流血，咁可能你會有一啲小嘅創傷、界傷，引致到你輕微嘅流血受傷嘅情況出現嘅啫。簡單講一句，你健康係冇大問題，有時都可以好快解決到。今年對你財運有壞嘅影響，啲星都相當之兇猛，所顯示嘅係生意倒閉啦、破大財啊、遺失一啲貴重嘅物件或者被盜竊。好彩有粒太陰星就同你去化解。太陰星就係化仇為喜嘅星，唔同揾錢性質係會有唔同嘅影響嘅。先講下做老闆嘅同埋一啲高收入嘅打工仔，呢類人影響就最大啦。而吉星所產生嘅作用呢，只要你肯動啲腦筋，你盤生意就冇問題，有機會比過去還要更加好嘅收入。高收入嘅打工皇帝，東家唔打，打西家，因為紫微同埋天月呢啲星係保住你嘅工作嘅，工作同你嘅正財係有好大嘅關係。至於一啲中下收入嘅人係完全冇問題，因為有六神同埋天魔，只要你勤力工作，你一啲常行嘅收入係唔會少嘅。再嚟加埋對面我粒天德，呢粒係豬厄解困嘅星，咁點解打工仔冇問題呢？咁你公司冇問題呢，你就冇問題啊嘛。呢一組星，咁遇到公司有問題啦，執笠啦，咁又點？唔緊要，你日都係東家唔打，打西家。好啦，偏財方面係屬於唔錯嘅，同埋一啲中介人啦，一啲主要收入係以佣金為主要嘅行業，亦都幾好。咁啊，因為有紅鸞天喜呢一啲嘅星，佢呢一啲唔係喜星咩？唔係結婚生仔咩？嗱，唔係每一個人都位於呢一個年齡裏邊嘅。譬如你結咗婚點呢？一啲拖都冇得拍嘅人又點呢？一啲停咗經嘅人仔咧都冇得生噶啦，咁又點呢？呢兩粒星就會化為一啲開心錢嘅星，就變咗財星啦。所以就有利以佣金收入嘅行業為主要工作嘅朋友。咁橫財方面嚟講呢，就都 OK 噶。其實桃花星係有利橫財噶，即係話你咸池呢一啲星係會對你嗰個橫財有一定嘅幫助，以小博大，我認為就冇乜問題嘅。最緊要唔好沉迷落去，即係好多人都係嘅，開頭賭錢，贏咗錢就培養咗鋪癮出嚟，跟住輸錢，你個心又唔服，越賭越大，賭到傾家蕩產。所以橫財呢一方面只適宜去買盒六合彩，其他嘅遊戲就免啦。今年你嘅工作運係相當之唔錯嘅，但對於一啲轉工嘅朋友或者創業嘅朋友就要小心一下，因為你本宮有粒食神啊，外邊就有天巫同埋天厄，呢三粒空星對你有一定嘅影響。我講過吉星多，佢係可以同你化解，但係空星破壞嘅性質仍然存在嘅，即係話唔好嘅事情發生咗，然之後啲吉星嚟同你化解。所以喺工作上有大嘅動作嘅人就要
小心啲啦，就要考慮清楚。例如轉工，你就唔好辭咗份工就走去旅遊下，然之後再揾工作。應該揾咗份工作再嚟去旅遊。創業嘅就必須要量力而為，就由少做起。擴充你業務嘅朋友亦都需要量力而為，因為整體嗰個大環境唔係話太好，時運係壓住人嘅運氣嘅。講到嗰個人際就非常之好啦。太陰係同你化解好多人事糾紛嘅嘢，而天月就係一粒貴星，即係話你喺嚟緊嘅一年喺工作上，喺你個人嘅能力上有好嘅表現，產生被人尊重嘅性質。呢一個天月貴人就係咁樣嘅性質，唔係話有一個人走嚟幫你嗰個嘅性質啊。幫你都有，龍德呢粒星就係有人嚟幫你啦。但亦都要小心一啲空星，因為你自己嘅貫索對面嘅搞舌屬於開口得罪人嘅星嚟嘅，你要時刻記住禍從口出呢樣嘢。今年吉星多就冇人同你去計較，但會留下一個唔好印象俾人哋，因為人際呢樣嘢嗰個因果好緊要嘅，係會影響到你嚟緊嘅時間，即係未來嘅2年後。咁人哋都對你有一個嘅印象噶嘛。當你遇着個流年唔好嘅時候，調翻轉會俾面色你睇。正嘅桃花星又有，戊水桃花星亦都有。當桃花星咁旺嘅時候，就更加需要檢點啦。凡係已婚嘅人士或者有伴侶嘅朋友，就更加需要修心養性。我成日都講嘅，桃花星唔係好嘢嚟嘅，無論男女好色都唔係問題，最緊要手續清楚均真。大家成日都喺個網度睇到有一啲人10幾年前嘅事、20年前嘅事都會俾人攞出嚟唱。咁但係呢一啲人有一個特色嘅，佢哋呢啲人就係唔均真，手續唔清楚，以此為鑑。咁你應該知道點樣去做。家人方面就應該冇乜問題嘅，就睇唔到有影響你家人健康等等呢一啲嘅衰星。我講到亡神，亡神就係本身如果你係老人家先至會受到呢粒星嘅影響。整體嚟講係相當之好嘅一年嚟嘅。